周小松議員。多謝主席。選舉日咧所涉及嘅工序咧相當繁複，就由投票站運作啦、選舉嘅選票分流啦、點票程序啦，乃至於資訊嘅安全啦，都係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審慎咁處理，以確保我哋選舉咧不出亂子。咁每一位嘅工作人員咧，其實我哋都要確保佢能夠妥善咁樣去履職啊。呢個亦都我相信係特區政府即係點樣要動員啲公務員同事去擔任呢一個工作嘅原因啦。咁正如公務員事務局咧之前都解釋啦，就如果動員呢啲公務員工作咧係喺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嘅，就應該會補假或者係會補薪，我覺得呢個絕不為過嘅。咁但係我更加關心嘅都係同樣啦，就政府能唔能夠透過引入一啲科技啦，令到我哋整體嘅選舉開支去能夠縮減。咁喺今年嘅即係舊年嘅立法會選舉之中咧，就引用咗一啲科技啦，就喺功能界別嗰度就去一個電子點票。但係咧，我哋留意到咧，雖然引入咗科技，但係我哋去進行一啲維護監察嘅人手咧係冇少到，係要更加多咗嘅。其實呢個咧似乎陷入一個矛盾啊！你引入咗更多科技，你有更加人去支援，去確保佢科技唔會出錯。咁我想問下政府，你喺呢一方面會唔會去有啲解決嘅辦法？令到咧一方面能夠引入多啲科技，令到嘅投票點票嘅效率更加高；另一方面咧，亦都可以節省到人手，令到整體嘅選舉開支得到減少。多謝主席。局長。係多謝主席，多謝周議員嘅提問。其實咧，選舉事務處肯引入咗各個新嘅資訊科技啊，或者人工智能咧，係應該咧係會將人手咧係減少咗嘅。其實咧，2025年嘅立法會換屆選舉委員嗰個工作人數咧係大約34,000人，比起2021年嘅39,000人咧，已經係少咗5,000人啦。其中有一樣咧，我哋睇到好方便咗嘅流程，就係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發出選票，即係派票嚇，嗰個係方便咗嘅。但係同樣地咧，為咗能夠更加人性化、更加便利嗰個選民咧，我哋喺推行呢個2025年嗰個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亦都加多咗好多新嘅措施嘅，包括開一啲專屬嘅投票站啦、邊境嘅投票站啦，亦都有啲指定嘅投票站等等啦，亦都咧將嗰個時間咧係加長咗到16個小時嘅。呢一啲咧係亦都會有部分嘅過程之中咧係會令到嗰個流程咧又複雜咗，例如喺一啲唔專屬嘅點票站咧，我哋要將嗰啲票翻嚟，再撈勻咗佢，再送去中央點票站去點票等等。咁所以咧，但係咧，我想講嘅咧，特區政府選舉事務處同埋選管會咧，一向嘅原則都係希望咧係肯穩中求進，肯盡量節省資源，多啲使用資訊科技同埋新嘅科技嘅情況下咧，係開展我哋嘅選舉嘅工作嘅。但係同時地，我哋亦都會與時並進，睇市民嘅需要咧，加入新嘅措施。呢一啲咧，對於人手個要求咧有增有減，但係個原則都係我哋會盡量善用公共資源，盡量善用新嘅科技嘅。多謝主席。